为推广龟苓的优质物产，龟苓区公所13日伫台南大湾8楼举办原味龟苓农特产美食展售会，活动现场邀请10间龟苓摊商，再来各式美食甲特产，希望会当互消费者买到因的产品。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到场帮忙宣传，并亲自推荐上优质的龟苓物产。看到美食，不管是咱的食客，不管咱的米，不管咱的做这龟苓好的物件哈，我们上次在归仁办了一场美食展结果反应空前的好。那现在把那个美食展从地区从规地方带来到咱的市中心最厉害的大圆柏那我们知道大圆柏其实已经有办过好几场好几个地区，像后壁啦像新营也办过，所以归仁来盐水也办过但是我们更很希望可以让咱的归仁能够被发掘出来龟苓区长魏文贵表示，龟苓区人文荟萃，物产丰富。这次活动希望会当积极对外推广龟苓区的农特产甲美食，将龟苓在地美食店家介绍给更多人知影。这次是归仁首次咱知影龟苓的农产品非常的优良，也相当的有名。除了咱看到吃吃喝喝，看咱龟苓的食客以外，咱其实还有侪农产品，包括咱最近咧杀的活水的菱角，咱的菱角含肝电无共，我们是活水菱角，会使讲做好食，嘛非常的有名啦那当然也包括我们很多农会的产品，那当然也包括我们长隆大学这次合作的咖啡也到场这种种也包括咱外销的长安制面啦这个都在归仁相当的有名，所以我们特别利用这个机会来感谢咱的圆柏能够跟我们合作。原味归仁农特产美食展售会活动日期是9月13、9月17、9月18、9月24以及9月25。现场有龟苓的食客，还有李阿笋、土豆、火龙果，另外还有长安制面、大人庙 Q 蛋、花生酱、色巧面、米炊粉、古早味油饭、冰品以及金刚食品手作等。市长黄伟哲欢迎大家踊跃前往选买。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